咁啊，而家6點鐘啦，咁啊嚟到又翻嚟桂林啦。桂林咧呢個象山咧呢個景區咧一定要嚟嘅，免費嚇。咁啊通常咧象山咧係3號入口啊，咁啊出口咧就係1號啊。咁啊入去睇下有啲咩嘢啦。咁啊過咗呢個入口啦嚇，咁啊嚟呢度睇睇。係乘船請往此處走嚇。唔知啊，有搭船㗎，原來登船。哇！呢度呢啲樹幾得意喎啊！估計應該有乘船嘅嚇，成個江啊漓江啊嘅遊船河啦嚇，即係好似我哋之前嗰幾日咁咯，喺漓江嗰度搭船咯，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咁咯，喺嗰個漓江嗰度搭船咯啊！嗱嚟到呢度啦，嗱大家見唔見到咧？似唔似嗰個象鼻啊？嗱呢個就係象鼻山啦，啊桂林一個又係打卡點，象鼻山象山景區，咁咧睇咧象鼻山，呢個成個景區都好大噶嚇。拍俾大家睇下，漓江，係嗱，俾大家睇下成個山啦，象鼻山啦啊。象山景區，有個朋友，如果你是80、90後，一定還記得小時候學的一篇課。嗱呢度近啲啦，象鼻山係有個洞啊，係咪有個洞啊？大家睇下，穿過去。呢度仲近啲啊！拍一拍俾大家睇下，象鼻山。嗱，我哋要過呢條橋咧，去另外一邊咧嗰啲景點啦，對岸嘅景點好嘛？咁過對岸咧就係公園啦。咁上邊咧都可以行上去嘅，不過今日咧就攰啦，所以唔行上去啦。咁就喺下邊公園行一行啦，係第一觀景台啊，落去就係第一觀景台 ，OK。嗱，呢個係第一觀景台啦，咁啊，有啲遮喺度喎，嗰啲紙遮啊，水位好高好高啊！啲紙傘啊，係啦，係。哦，呢個係一個亭啊！哦，會江亭會江亭係啦，荒廢咗啊！會江亭係嗱，你可以上山啦，如果你夠體力咁啊！而家啲人咧落山啦，呢度係出口，落山嘅出口啊！咁啊，係啊，咁繼續行啦，我哋放生石，游客朋友，在象鼻山水月洞外上方有一块清代的广西布政使黄国才题写的放生池的楷书榜书。黄国才擅长写大型榜书，在桂林独秀峰东北侧崖壁上也刻有他书题的摩崖大榜书南天一柱，而这块榜书之下就是放生池。据说是每逢初一15，就有一些信佛向善之人来此放生，久而久之变成了放生池。放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
传统习俗，既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也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它不仅体现了人类的慈悲和善良，更是对地球这个家。慈为寺叫做云峰寺，云峰寺在清末还曾作为太平天国攻占桂林城时的指挥部，所以现在这儿被开辟为太平天国纪念馆。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军曾经腐败，对人民的压榨是太平天国革命興起的根本原因。當年可能我們就怕轉一轉嘛，我們不上山。呢個係叫中木亭啊，中木亭啊。咁啊，嚟到呢個漓江嘅另外一邊啦，啊，現在是不是有飛機降落？係啊，有飛機啊。哇，大風哦！哇，還有那些人玩那個船。係啊。啊，俾大家睇下呢個景啊，啊。有题诗、填詞、題榜、銘文、傳記、營善濟世、跋賀名人作品。象鼻山的摩崖石刻造像多集中在水月洞，水月洞內的石壁上留存了自唐以來。好，上到嚟呢度咧，呢個叫做象眼岩啊，啊，哇，好涼爽啊！呢個洞。咁而家出岩洞啦嚇，我哋50米到啦嚇，呢個岩洞啊，上到嚟呢個普賢塔啊，呢個就係普賢塔啦。普賢塔咧隔離咧有一個碑叫象山之巔啊，咁呢度咧亦都係一個觀景台。普賢塔，游客朋友，我們沿街而上，一路走到象鼻山頂，就能看到一座古朴的喇嘛式佛塔，它就是普賢塔。它建於明代，是實心磚塔，距今已有400多年的歷史。塔高13.6米，因為第二層正北面現有青石線刻的南無普賢菩薩，上端還有南無普賢菩薩65軍參謀長何宣於1935年冬天題刻。說明桂林自古以來都是南方政治、經濟、軍事的中心。何宣與白崇禧、張治中、夏威、黃紹竑、葉奇等國民黨著名將領齊指日月，所以得名日塔月塔。日塔為銅塔，位於湖中心，高41米，共9層，是世界第一銅塔。月塔為琉璃塔，高35米，共7層。兩塔之間以湖底一條10米長的湖底隧道相連，無論晴天白晝還是燈火闌珊，無論是細雨迷蒙還是。咁啊，日月雙塔咧就要35蚊一個人，入場費35蚊一個 ，OK。嗱，入到嚟咧就見到呢個，哇，小嘅好細嘅亭台樓閣啦嚇。嗱，呢個好靚啊，呢個入到嚟，加埋啲燈飾，俾大家睇下。上面呢個係一個塔啦，嗱呢度睇下，哇！夜晚啲燈就係咁啦，打啲燈上去，靚啊！有啲倒影，會變色嘅啲燈啊，係咪啊？正。咁啊入到嚟呢個塔下邊啦，咁咧呢度有地下通道啊，哦，這邊有一個地下通道。係啊，地下通道有個日月雙塔。呢個係月塔係嘛？咁啊落去下邊，哇！呢度係咯，12生肖啊，係咯。12生肖的12神將，虎、
藥師佛，藥師佛，12生肖啊呢度。佛係乜嘢嘢？ 12生肖靈驗新發現係李居明啊，香港呢個風水大師啊嚇。咁就有牛頭啊嚇。兔啊，龍啊，蛇啊，羊啊，馬騮啊，這個好像有點像那個圓明園那個獸首，係啦，雞、圓明園那個獸首，狗，是不是那個像那個水龍頭？那個猴頭嘛。豬啊。唐日月塔啊，12生肖皇室秘笈啊，來歷圖啊，咁大家去睇下啊。係啊，哇！另外一邊咧，哇，一個洞啊，呢個隧道咁啊，哇，好靚啊！原來有個隧道喺呢度，仲有，嗱，企喺中間嗰度拍啦，俾大家睇下。係喎，玄幻嘅感覺。係咯，有啲真係科幻嘅感覺，真係。漂亮啊！這些地方。係啊，壁畫啦，上面有啲佛像嘅壁畫拍俾大家睇下。哇！一過呢個隧道咁多嘢，賣嘅呢啲朱砂啊嗰啲咁嘅嘢保平安啊晶體沙平安扣多子多福，開運轉運，富貴多金係有玉器啦係咪？呢度係一個商店嚟嘅係12生肖皇家秘笈，哇，好靚！日塔咧就上到1樓啦，咁呢度，咁咧原來佢背後咧就係月塔啦，所以日月雙塔啊叫做。咁啊1樓咧外邊咧仲有啲椅咧俾你休息嘅，咁啊夜晚咧有遊船啦咁我唔知幾多錢咧，因為我冇問到我哋唔諗住搭船。咁啊，所以冇問啦冇購票啦但係夜晚好靚嘅。嗱咁啊，對岸咧上面咧有人唱下歌啊，食下嘢咁啦咁啊，依個咧就係叫漓江大瀑布飯店咁呢度咧仲有可以敲鐘嘅祈福敲鐘啦好敲啦我老婆係啦 OK 嗱呢個撞鐘祈福咧一響咧福喜臨門，二響六星高照，三響長壽安康。
咁呢個日塔咧門口咧就係一個老子像啦嚇。OK， 喺日塔嗰度咧拍俾大家睇呢個月塔啊，夜晚嘅景色，月塔。咁啊出咗嚟呢個日月雙塔啦啊，咁就行側跟沿河一路啦啊。咁今日都幾多人啊啊！嗱喺呢度咧個角度咧，俾大家睇下個雙塔嘅景象啊，好嘛？夜景幾靚啊！哇，雙塔，日月雙塔。喂，睇下呢個日月雙塔呢個角度啊，啊！哇，仲靚啊！呢個角度。嗱，呢個角度已經係最好啦，我諗。係啊，冇辦法啦，呢個樹一定係擋住呢個塔噶啦，啊！即係左手邊個塔咧就有少少樹咧擋住啦，右手邊咧完全冇遮掩啊，啊，最靚啊！啊，俾大家睇下啦，啊，已經係最好噶啦，呢個角度係。咁啊，行完日月雙塔咧，嚟到呢個文化街啦，嚇，咁都係步行街，有啲嘢食啊，買嘢飲啊，咁樣啦，嚇，咁啊揾啲嘢食咯，嚇，總之，咁啊又到呢個步行街啦，嚇，咁啊，哇賣嘢嘅，呢度唔係食嘢嘅喎，呢度，啲人買嘢啊，大佬，呢度有人買嘅咩？啲飾物。乜都喺拼多多嗰度買㗎啦，而家係嘛？淘寶、拼多多都係買呢啲嘢㗎啦，啊邊有呢啲生意啊？啊呢度有 food court， 唉正！我就係想食 food court。琴日喺陽朔嗰度食 food court 正啊，一流啊！喂，呢度係 food court 嚟嘅喎，喺度食啦，好嘛？係咯，我食個牛扒飯啦，牛扒飯、牛扒煎蛋飯，我要食。我食牛排，我食牛扒、黑椒牛扒、蛋包飯、菠蘿炒飯，啊，係 OK， 我過來吃。哇，好，等一下，過來。喂，有呢個烤串喎。係啦，睇下先啦。呢度啲海鮮啦，係啊，係，又係海鮮啊。有啲海鮮啊，鳳爪、活潑雞。哦，又係燒烤啊，又係啲燒烤，雞翼啊、生蠔啊，好啦，今日咧咁就翻去呢個北海啦，而家我哋咧喺桂林站，咁啊今次喺桂林咩景點都去過啦，陽朔、桂林咁啊而家翻去北海啦，咁而家等緊車。